咱先来看这个面册，有一个社团叫做中华交流站，这个成员有23000多人，是一个62号的地方的社团。但是煞伫一夜之间来改名，改做挺过台面的主流民意大联盟。 这是啥物状况呢？社团的管理员公开来发声明，讲是为着要促成着2024政党轮替。伊讲伊认同过台面的理念，嘛感谢过台面管疫苗造福着民众。伊佫强调讲无收钱。其实这个社团的成员有够多，买卖社团是真好康，一个人会当卖5块，23000多人会当卖到11万外。也毋过话佫讲倒转来。 这社团甲名改掉，内容佫充满着政治性，应该有袂少人会退出这个社团。 面册地方社团中华人交流站成员有23000多人，开放伫咧顶面拍广告交流，有搬出来公司做美容的，佫有卖碰瓷家具、配目镜的护肤。需要法律咨询的，伫咧这个社团别拢找着。不过伫咧昨晚管理员将社团的名改做是支持过台面主流民意大联盟，嘛写社团公开声明，讲是为了促成2024的政党轮替，认同过台面的理念，嘛感谢医官易风社，强调无收钱。我没有跟那个郭台铭先生那边有什么任何的往来，那个金钱的往来是没有。管理员林先生讲，伊本身是伫咧做广告营销，经营经济地方社团。甲中华人交流站改名是因为内底拢伫咧拍广告，和咧地方交流。不过，一个改名内容嘛变做伫咧分享过台面新闻，互大家拢伫咧讨论。我会直接退掉，可能会考虑退掉，因为可能政治立场会不一样嘛。占人家的交流网站来做宣传啊，很不应该。同款经营地方社团成员135万人的中华人大细事的版主，就讲到社团的人数若济，就会有政治人物的团队会传信息给幕，敢会当做买？对他可能租啊，可以买啊，都看个人版主意愿。只想要付费买我们的版图，当场拒绝，就是没有跟他再谈后面。另外，社头人俱乐部的社长嘛讲到，买卖社团拢是看人数的，成员愈济，就当卖愈济钱。我质疑他应该是被买走了，一个人5块好了，这样可能就高达10万块了。中华人交流站100年变作是支持过台面的社团，虽然管理员强调是和过台面的理念相像，不过牵拖着政治，难免会互民众无想要去看这个社团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